日本的职业棒球火腿队2个月前来台湾的大巨蛋交流比赛。火腿队的监督伫比赛前的记者会透露讲，伊第一届来台湾，想要来找找进前台湾的球车孙义磊的家属所送的饼。孙爸爸讲，迄是鸡卵卷啦。这嘛，互卖少球迷真好奇，到底是倒一间的鸡卵卷，竟然互球队的监督每日来笑脸？答案出来了，讲迄个鸡卵卷伫咧家己买。3月7日，日本职棒火腿队来到台湾伫台北大巨蛋进行交流比賽。伫比赛前的记者会，火腿队的监督新庄公治讲要找队友孙义磊因爸母所送的一款饼。これぐらいのスティックタイプで中にアーモンドがね入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。好新庄公治爱甲想要早10外盒转去日本，这款长长的饼到底是啥物饼？即马有答案啊！就是这款家己关面香香的高卵卷。单一只的那个厚度啊，跟那个重量是一般蛋卷的2倍多。较高、较杂整的卵卷，和日本职棒火腿队的监督新庄公治思思念念，佮引起讨论。拄开始头家娘家己嘛哩要是倒一间的卵卷，一直到孙义磊的爸母昨过去买，伊才知影。临时来的，我们也没有想到说他会来，因为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点，很兴奋，超级兴奋，然后说啊，我们被肯定了，我们家的产品被肯定了。原来好新庄公治最介意的就是因兜的卵卷，或者头家翁某真欢喜。当时佮甲孙义磊的爸母呢，做伙翕几啊张相，准备要搭伫店内好好宣传，嘛铺上面册。这嘛好，真侪球迷要真久的新庄公治介意的饼正式的公开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